大家好，呢度元朗市鎮公園。咁我哋前面呢，就係呢一個呢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公墓。當時呢，就係日軍嘅亂葬崗，日軍亦都喺度斬頭嘅。喺2008年4月28日，我將嗰隻貔貅放咗喺度。下晝5點鐘之後，當晚4點鐘就開始落大雨同埋行雷。咁我亦都喺周邊環境清晰見到呢啲雷呢係落嚟呢個方位嘅。咁我哋而家去睇睇。唔好意思啊。